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过自治 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特殊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在桃园居所一间便利商店店员因为口渴人客挂水暗，所以去互人客压倒毒死。嫌犯辩解讲是食药啊，引起记袂掉，目前检方甲收押。台中有民众去爬山去互泰国饭市前夹着伤，险险掉记卡，并挂伫潮州火车头代替用空气枪赶这个分照，引起民众讨论。美国威斯康星州2日下晡的圣诞节游行活动，煞一台轿车向向出去人群内面造成5人死亡，40人受伤。伫咧桃园龟山总有一间便利商店店员，因为口渴人客就来挂水暗，竟然去互人客夹倒毒死。这死者老爸认为讲，这囝饲甲遮尔大汉，白白枉死，希望社会就爱还伊一个公道。不过，这个嫌犯竟然辩解讲，伊长期有伫咧食药啊，知影讲伊有杀人，所以无杀人感觉。目前这位嫌犯也以杀人罪移送侦办，也收押当中。那一个小孩子养到30岁。这边就杀掉了，这很难过啊。想到后生伫超商工作，因为看到人客挂嘴暗煞，互人害死，店员老爸亲身到现场，心内是艰苦甲唔甘。他是说服务他在工作，对，又不是说去那边玩的，社会还给我们一个公道就好了。会议内底拢是无奈，这位后生死甲真冤枉。伊的爸爸到即摆也是无法度接受，只仰望社会应还一个公道。超商门口放鲜花，但是发生伫桃园龟山1日透早，姓张的查甫人疑似不安，互超商大暗班店员看到挂嘴暗，涉嫌摕刀啊将人毒死。被了后表示，长期食药犯案时阵，做现记伫长期知影有杀人，毋过无感觉家己杀人。毋过法官认定被告嫌疑重大，有逃亡嫌疑，裁定羁押无禁见。本院法官讯问时，被告确实有这样主张，但是此部分的话牵扯到责任能力的部分，就留待将来侦查中是否要属托专业的鉴定机关为鉴定。伊讲家己有精神疾病，敢若会记哩相拍甲相抬为面，只是明明有长期食药啊控制病情，哪会阁出现记忆断去呢？还是有可能会，因为他会容易被激怒。容易冲动，控制力差，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们容易乱加油门，而且踩不住刹车。有医师认为，患者定期按时间食药啊，基本上应降低记忆断去的可能性。不过也未当排除药啊食了不安全，或者是部分精神疾病药物副作用致死。卫福部长陈时中伫法院质询时透露，伊有精神科看医生的记录，状态是失明，毋是属于列管病人。伊被法庭认定有逃亡、反复实施强制犯罪，裁定收押。专案向杀人罪嫌侦办伊动机，甲伫犯案的时阵是不真是出现精神无正常，要搁鉴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疫情期间，便利商店店员口渴民众就来挂水暗，那这民众甲这店员呛声，甚至有诶阁甲店员拍甲重伤。即马便利超商业者也拢表示，袂阁再要求民众一定爱挂水暗啊。不过指挥中心表示，这水暗的政策暂时无被放零，业者会当改用广播来做宣导。内政部长徐国勇也讲，会加派警察来加强巡逻。超商店员看到挂嘴暗，互姓张的顾客摕刀毒死，引起各界关心。伫应急场所，面对人客无遵守规定，店家要如何处理呢？基本的要先跟人保持距离，对，因为你距离太近，自己会有风险。基本上我们都还是以柔性劝导为主，安全至上嘛。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跟那个保全有24小时的监控，所以有任何突发状况也是会有人来支援的。超商工作已经真无行，疫情自急警戒期间，也搁爱各项的防疫工作协助提醒顾客挂嘴暗落实实验制。只是这项防疫责任有意无意转互店家，即马个地数危险的代志发生，有超商店长感觉真无奈。你劝导他也是就发脾气啊，就是没有啊，不然怎么办呢？超商员工没有公权力啦，我们事情也很多了，然后也要增加这个注意客人的进出。对，造成我们其实还蛮大的困扰。统一发出声明，会继续宣导保护自身安全做优先，搁传出内部下令，无搁看到挂嘴暗。赖副专联表态，即马开始无搁强制提醒挂嘴暗。专家也表示，原不得依照无勉强看到挂嘴暗的原则办理，也搁提醒点头。不过，为9月到即马，国内已经发生4件看到挂嘴暗引起的重大暴力冲突，防疫政策是不是爱调整呢？
我会建议，那第一个就是在门口张贴戴口罩的一个讯息，那第二个是可以用录音广播的方式来取代面对面的一个劝导。疫情指挥中心发言曾仁祥建议改用广播出台口头劝导，搁伫门口打信息。推案政策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未改变，内政部长徐国勇强调会加强超商巡逻。我们在这部分，我们警察会加强这些巡逻的频率，那会再加强见警率等等这些，我们从各方面来做相关的维护。这摆超商店员因为提醒民众挂嘴暗引起杀机，国营单位无别个宣导挂嘴暗，员工自保落实防疫，也爱回归消费者本身。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无增加本土病例，也无死亡个案，不过有3个带病入境。针对着年尾活动，有专家建议讲，爱把注疫苗当作活动管控的手段。不过指挥中心表示，也是爱挂嘴暗加人数管制，无度强制民众来注疫苗。另外，澳洲政府伫今仔日也公告讲，高端疫苗听好去澳洲申请新冠疫苗的紧急授权 EUA 啊。国内新冠本土各家庭已经连续18天零确诊，也无死亡个案。不过增加3例境外移入确定病例，其中2人属于突破性感染。序号1跟序号3，符合突破性感染，接种的疫苗分别是科兴2剂以及 AZ 2剂。另外，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兴今年10月为美国回来台湾确诊，而且是感染Delta病毒，不过短期2礼拜就出院，恢复速度真紧，外界好奇原因。指挥中心表示，真可能甲个案做过2期疫苗有真大关系。就他已经自己对外揭露他住院的天数来讲，确实是比较偏短的这个部分。那我想应该是跟他有接种过疫苗，以及这个医疗团队的这个细心照顾都有很大的关系。到年底，各地拢会办各种的跨年活动。有专家建议，地方政府制定防疫计划时阵，要要求民众完整做疫苗才能参加。不过指挥中心表示，上重要是人流管制，甲落实挂嘴暗做疫苗是鼓励，不是强迫。在国内要推行这样的一个场所或者是活动，要有疫苗才能够参加的话，必须要三思而后行。目前我们也是只有针对医院、长照机构以及这个新副业的这些会有陪侍的跟无陪侍的休闲娱乐场所，才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国产高端疫苗也传来好消息，澳洲药物管理局 TGA 自治公告，决定和台湾高端疫苗审查资格认定，代表高端影响 TGA 正式提出疫苗紧急许可，摕到澳洲 EUA 门票。我们通过澳洲的 EUA 之后呢，那当然我们澳洲就会使用我们的疫苗，那么同时相对的，那么这个旅游的这个限制呢，也同时会一并的这个得到一个好的解决。另外，感性实验者最近民众落实的程度不如以前，指挥中心强调，万一有确诊，对疫苗真重要。未来会拟定相关办法，请地方政府协助管理。还有第3期疫苗加青少年 BNT 第4期是不是要做呢？这个月底会开专家会议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注疫苗挺好保护家己，也会当保护别人，这是国际趋势。真侪国家拢开始注第3档的疫苗啊。卫福部长陈时中早起伫立法院表示，国内伫明年1月底会先加1号人员注第3档，不过袂要求民众一定爱注到第3档。另外，针对注高端的民众，若准备出国，是搁爱注其他国际认证疫苗。但是中也讲，也无是要安怎引起正人议论。但市长表示，讲这话是讲了定打去，伊的意思是讲，若总有其他更较好的意见，会当来提出。世界各国小连续开始注第3档的新冠疫苗。卫福部长陈时中顶日搭讲，国内考虑伫明年1月底开始注第3档，会以同一牌子的疫苗为主。针对国内专家认为讲，第3档至少要甲第2档让6个月以上，建议优先予航空的机组人员、机场的人员甲医护人员等等高风险的族群来先注。另外，侪血人甲慢性病等等免疫力较歹、身体较烂的人，买当提早注第3档。打完疫苗大概半年左右，疫苗来的抗体很明显就在衰退。再来呢，这个疫苗是针对武汉株的，可是目前病毒已经变成印度株了。陈时中表示，针对第3档的规划，要先看疫苗的到货量，嘛以注共牌子的方向去准备。若较有路施行的规范，还阁爱看专家的建议。
还有民众家己选择，袂强制民众都爱注第三档。因若第一类的医护人员原本就是优先注射的对象，到时嘛是较大比例会优先注第三档。第一线的医务人员当然最早打的嘛，哈，最早打越早打的当然就打2剂 A剂的为多。当然医务人员也有一个比例，大概有一定的比例是打混打的，哈，在那时候也有开放混打。因若注高端疫苗的人，若有紧急出国的需求，会当注其他有国际认证的疫苗。洪培平讲去注高端是白了工，迄当阵陈市长是回应讲，也无是要安怎，好我家是美甲。针对这点，陈市长22拜一早起出席立法院卫权委员会时阵承认讲，伊迄讲是讲了无好势，而且强调讲伊的意思是，若有更较好的建议，会当提出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渐渐稳定了后，伫咱国内真侪所在到假日时啊，真侪人会出去食饭、出去佚佗。不过，即马有真侪材料拢当咧起价咯。亲像一寡大饭店，抑个卖自助餐食较饱的餐厅，对11月开始拢要调整价销。就立委即期讲，观光局才推出这个国旅券，业者就开始起价，实在是无道理。交通部观光局也表示讲，已经有找业者来做参详，呼吁大家是唔通做伙起价，上好是希望讲伫咧过年之前拢卖起价。信义区5星级饭店业者伫个官方网站打出公告，自11月开始调整自助餐厅价销，其中礼拜5下晡的自助餐价销一人1290块，暗顿1890块。面对关不了起价压力，台北市真侪间星级饭店调整自助餐的价销，互立委即期观光局才拄发270万张国旅券，要来协助业者振兴。按过业者拢咧起价，实在拢无合理。下午茶巴费涨了63%，你知道吧？隔壁这间5星级的饭店，我惊死人，不能道德劝说啦。大家晚价去的哦，过年了，过年就卖去，过年以后嘞。先跟他谈到这里了。谈到这里我也知道。尤其因为现在国旅正在起步啊，那我们是希望说不要因此造成不好的印象。你国旅就印了240万张，更助涨风。观光局证实，目前找饭店业者来协调，希望国旅拄复苏，业者应共同体谅，至少伫农历春节进前应暂时卖起价。不能联合涨价，联合涨价是会违反公平交易法。有一些已经涨价，而且卖了餐券的这个就不需要去再干扰但是已经还没有涨价，有些打算涨价，大概业者的部分都表示愿意配合。专门卖旅游票券的电商平台也观察到国内最近这一波国旅热潮，国人对旅游带续需求增加，也趁势推出促销活动，像这一波的国旅节。最近2-3个月，我们整体就是国旅市场各大主题的业绩已经都回升到5月中本土疫情爆发前的水准。那其中表现最为亮眼的就是饭店住宿。另外，都会区甲观光区的房价是2种的情形。有台北市饭店业者表示，过去上房拢是靠国外观光客来支持住宿率。即马虽然国旅回温，中南部甲华东地区订房不满，价销都因为需求起价。反对的上北平常时订房率无到5成，假日爱靠促销活动，都会区业者也无起价本钱。记者综合报道。唔是少年人唔摒是这厝价贵甲买袂起。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台湾若准新息一笔，对台湾的会期会较有压力，而且新台票升值会造成更较侪资金入来到房地产。面对着咱国内厝价是一直压袂落来，少年人买头一间厝的会数是愈来愈大。杨金龙表示，少年人若准是买袂起，会当先细厝。通货膨胀压力升悬，大家关心中央银行是毋是有升息计划。央行总裁杨金龙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表示，台湾升息看3个条件，尤其要关注各主要国家升息步调。若无资金进入台湾，会造成资金进入房地产。未来可能升息，我的问题是升息对外汇市场的影响，对房市的影响，你能不能说明？因为我们的基本面好，所以升息如果说是1码的话呢？我认为是不会有多大的压力。目前呢，我们的利差都比美国的利率都高呢，在短期方面。如果说我们更高的时候，更会吸引这个资金进来，那对我们的房地产会反而是更不好，而且呢会升值。
杨金龙表示，国内股市基本面真好，那成绩一笔未造成伤过大影响。按过目前台湾利率已经比欧美日较悬，成事了后所造成的利差扩大，会欠资金入来，新台币有升值的压力。国内厝价跌袂落来，少年人第一摆买厝年岁愈来愈大。伊表示，家己也是40岁左右才第一摆买厝，少年人负担袂起的时阵就税厝。很多的年轻朋友，因为他买不起房子。年轻朋友啊，一开始的时候呢，不要强调说他一定要买房子。我总觉得啊，我们年轻人呢，第一个我们要告诉他的，如果说你负担不起的时候呢，你就要租房子。杨金龙承认，台湾起厝价有基本面的因素，不过也有炒作的成分。厝价有循环，无可能一直起价。政府措施落去，一定有压制效果。金管会也注意银行对建商放款伤过悬的问题，考虑北京银行、本国外商银行拢总区，限能力来改善比当伤过悬的问题。它对于中小型的建商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因为其实这几年整个所谓的一个购地跟营建成本高涨的状态之下的话，其实中小型的建商他买地就是全部都抢不赢大建商。如果是之后的政府这边，他对于这种就是整个土建整个大幅度去做控管的部分的话，可能之后整个就是所谓的建商市场，那你大概就会变成一个大者恒大的状态。伊表示，以目前国内资金充足，加上未少所在拢有捷运高铁，甚至有的县市有科学园区，重大建设进驻。第市场利多正势之下，短期国内厝价要回转来，可能无咁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最近伫咧电视顶头看到一个野球棍仔，毋是摕来拍棒球，是真侪人摕来拍人、喊车甲喊厝。刑事局对10月开始加强搜查这个帮派犯罪组织，以及因所经营的交警甲这款的组织，出动的警察有超过3000人次，查到25个犯罪组织，帮派成员有182人，这个非法的资金也找到3600多万，甲枪还有毒品。这个月初七，台中一名姓宋的查甫大学生，甲一台跑车小 A， 互车顶30多人摕棒球棍仔拍，各地陆续也出现用棒球棍仔、长棍仔拍人的事件。互伫安道红顶，警方为15开始加强全国扫黑行动，针对真侪帮派组织做查缉，阻断金流来源。经本局除暴特警队用防爆枪连破5道门迅速进入屋内查获诚信犯嫌11人到案。警方统计到截止，全国出动警力超过3000人次，查到25个帮派组织182人，不法金流3600多万，加各种的枪支13支，加毒品408公斤。内政部长徐国勇也到场为免执勤员警。对于最近真侪件暴力事件，徐国勇表示一定严加查缉。除了他们有涉及伤害、杀人未遂，我们会移送以外，如果涉及有组织帮派，我们也一样用《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依法来函送。那最近这些所谓的球棒队，我们发现有很多都是跟这些诈欺集团、博弈集团。跟这些有相关的牵连。徐国勇表示，犯罪组织用真实纠纷制造社会混乱，免用国球来形容，应该叫做球棒队。也表示未来早都海甲球棒这危险物品会注记，若牵涉平安，也斗阵提供互检方做依据。记者综合报道。爱去爬山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咯。台中最近一个爬山步道有民众看到饭丝青，而且这个月初，佫一个查甫人叫互饭丝青夹着骹，险险啊就要甲骹锯掉。有人讲这是外来种泰国饭丝青，台中市政府也和民间的专家等咧研究，看想办法要安怎处理。饭丝青甲颔棍啊顶好大。甲身体前半部夹起来，而且发出声音。登山客伫咧台中潭子新田步道翕落来即惊人的一瞬间。另外，伫咧北屯的大坑91号步道，我困啊。是有一名64岁周姓男子，透早伫咧散步的时阵，去互饭丝青夹着，毒性发作倒伫咧涂骹。其他山友发现报案，当地民众以小货车协助载运落山送医。经过2届开刀、5届清创手术了后，才甲倒骹保调的。病院初步做血液检测，研判这个饭丝青的毒性比本土种悬出几落倍，疑似是外来种的泰国饭丝青所加。毒
毒液量蛮多的这样子。他是说在毒物科很久了，在从医很久，可是真的还没有见过被蛇咬伤这么严重的这样。它扩散速度很快，它最后变成是筋膜炎，一路从脚踝到小腿，最后扩散到大腿。台中市管理局表示，有接到各地报道蛇类出现的通报，是不是有人不当放生的情形，也阁需要确认。目前已经伫咧官网甲报道入口打告示来加强宣导，提醒山友注意。大坑9至1号步道目前整条封闭整修中，预计今年12月底时开放使用，请游客民众切勿擅自破坏施工围篱，擅闯进入。不可能是人烟稀少，所以才会被它跑出来啊。所以，像我今天走9号的话就不会啊，很多人就没有这种问题啊。台中市府会甲专业蛇类防治的业者评估适捕蛇人，也有蛇驱蛇药物来应用。管理局也呼吁登山客爱穿长枪甲长裤，路况不明的所在莫前往，尽量莫一个人上山。记者台中报道。屏东的潮州火车头29有民众看到台铁警官架空气枪对这厝顶开2枪，台铁表示讲是为着要赶昏鸟仔，不过台铁也强调讲已经要求员工袂当安尼做，会用其他方式来赶鸟仔。我台顶县台铁人员秘伫消防设备的后壁，对厝顶开枪。19号旅客伫屏东潮州站看到这个画面，错一条，阁是出什么代志啊？站方出面澄清是用 BB 枪伫赶鸟啊。清洁工需要我能够帮忙，那我目前想到的愚笨的方法就可以用 BB 枪来赶鸟。那当然，我们不是目的说要打鸟。副站长真无奈，因为潮州站厝顶的杠梁常常有粉鸟，所以鸟仔屎、鸟兽的树枝拢会落落来涂骹，造成清洁人员的困扰。麻烦了鸟仔屎会滴伫旅客的身躯顶悬，不过杠梁伤悬无法度起哩，才会买 BB 枪来赶鸟仔。但旅客感觉安尼的做法无啥妥当。用赶的就好了，就不用拿那个什么枪这样子打这样子啊。会突然看到会不会吓一跳？可能会。除了感觉会惊到，旅客嘛烦恼 BB 枪可能会拍伤鸟仔，无啥人道。屏东鸟会建议，会使将粉鸟停的杠梁用网仔围起来，用较袂伤害鸟仔的方式来赶。一些反光的纸袋来做，让他觉得不喜欢栖息。国外也有一些用那个雷射闪光来做驱鸟的动作。然后这些对鸟并不会造成伤害。原本一片好意，想袂到煞惊到旅客引起争议。台铁表示已经警告员工袂使搁犯，嘛建议设蜂鸟仔的锁仔等方式来营运，避免粉鸟造成环境的污染，影响旅客。记者陈焕武、面交管屏东报道。阿里山的新明铁路明月线，真侪人拢会去遐行搭。不过，伫今仔日中昼，明月线又搁发生意外咯，有一位爬山民众去踢到铁轨路跋倒受伤。这个月来已经发生3件意外，甚至互家己林管处也伫咧考虑讲，敢要降低入去1号兰自然保留区内面的人数，来减少意外发生。一个受伤的民众倒伫软桥顶悬，准备要送去登山口。22中昼，一个为北部来的登山团，拢总24个人去明月线石高站，按算一天来回。想袂到伫个路日，有一个查甫团员发生意外。明月线铁道11号桥梁附近有一位团员不慎踢到铁轨跌倒造成左膝受伤，疑似骨裂无法行走。患者被送去登山口了后，再搁转去山脚的病院。这是明月线1个月以来第3件登山意外。10月底嘛有查甫山友无细致为桥顶跋落20公尺深的山坎，送病院也是救无倒来。这个月初8有一个查某山友伫第8磅坑口跋落桥骹受伤。林管处统计这2年，明月线拢总发生7件意外，2个人死亡，主要拢是伫崩塌的路段或者是桥的附近。2起在桥梁跌落死亡，那其他5件是分别在桥梁或整个路线上那个意外的一个受伤。明月线因为沿路的景色是真水，除了顶半年因为塔山步道整修，甲3级防疫警戒封起来以外，解封了后是真做真受欢迎的景点。不过专家提醒，哪行哪翕相，或者是伫个危险的所在翕相，拢有可能发生意外。嘛提醒民众，伫个明水道大旁边，甲几啊条桥迄搭，若要去一定要互相帮忙，小心心嘛要小让。像经过大风地，其实你要专心走，确保每一步都是安全。隧道里面最好用的就是头灯，建议不要拿手电筒。林管处提醒，明月线沿路会经过台湾1号兰的自然保留区，所以一天有500个人的限制。若要去，就要事先申请，避免犯法。不过最近真正发生意外，林管处嘛按算要降低会当申请的人数，来减少发生危险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
在观众朋友来看中国际新闻，美国的威斯康星州伊下晡有办一场圣诞节的游行活动，数一台轿车向冲入去人群内面，造成5个人死亡、40人受伤的悲剧。原本是欢欢喜喜的圣诞游行，却常常有一架乌倒红的旅行车冲过栅栏安尼驶过，而且佫冲入去游行的队伍内底，观众甲表演者是拢错一条，而且佫造成严重的伤亡。警方是赶紧去现场处理。The vehicle struck more than 20 individuals. Some of the individuals were children, and there were some fatalities as a result of this incident. 这个事件发生在威斯康星州上大的城市密尔瓦基西部的郊区沃基下。市府透早发文讲，至少已经造成40个人受伤，罹难者是5个人。这个数字恐惊会阁变动。案件发生的时阵，有一个警察开枪，将涉案的车辆砸落来，加在开枪无造成其他的人受伤。目前现场是还在做调查。We do have a person of interest in custody at the moment, but this is still a very fluid investigation. At this time, we do not believe there's any shots that were fired from the vehicle. We believe that officers discharged a firearm to stop the vehicle for the ones that saw, because the vehicle went through the barricade. 代志发生迄天，拜登总统已经有听这个事件的简报。白宫嘛表示，当地的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若是迄个州甲地方的官员有需要，嘛提供支持。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国际上即马真关心中国网球球选手喷水安全。国际奥委会昨表示，主席有限喷水是限沟通30分钟，而且喷水也讲伊本人是真安全，希望各界都要尊重伊的隐私。不过，法国外交部长警告中国，讲应该互喷水家己讲话，若无法国会有外交行动。英国也正在考虑讲，敢要用外交手段来抵制北京所举办的冬季奥运。中国网球名将喷水，伊的行踪不明，面对各界的谣言，国际奥会发出声明表示讲，主席巴赫含喷水透过视讯通话30分钟，伫现场还佫包含芬兰的前冰球国手特霍，含国际奥会中国委员李玲蔚。喷水讲，伊家己平安无代志，伊即马人伫北京的厝内，希望讲大家爱尊重伊的隐私，伊嘛会煞咧来投入伊热爱的网球运动。面对国际对喷水的安全正关心，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欧锡正20伫个推特顶悬连续打出影片，内容是喷水甲伊的朋友有去餐厅食饭，餐厅头家嘛证实讲，迄天喷水确实有和朋友来做伙食过饭。他们一共是7、8位吧，7个人，但是我进去服务的时候只来了5个人。对，没有说那种谁呢很紧张，他特故意准备些什么呀，弄些什么呀，没有，就是很随意的，就是进来吃饭。欧锡正伫个20月迄天，煞咧来打出喷水伊参加活动的影片，佮表示讲喷水伊参加北京青少年网球赛决赛的开幕式。影片内底喷水伊有笑容，毋过无讲话。不日个国际间已经开始来出现抵制的声音。法国外交部长接受专访，互人问到讲是毋是打算讲无要派代表来出席北京的冬奥来做抵制，伊回讲是安尼。Que d'abord elle puisse parler, et si d'aventure ça lui était interdit, ou si il y avait manifestement une disparition, alors on serait amené à en tirer quelques conséquences diplomatiques, oui, bien sûr. Mais donc quelles conséquences? Vous verrez à ce moment-là. 伫个进前，美国白宫、英国外交部拢呼吁讲，对喷水指控的内容来做调查，并且对喷水伊的下落来提供会当验证的证据。英国媒体《泰晤士报》报道讲，英国当咧和情报分享联盟、五眼联盟，即个其他的成员国包含美国、澳洲、纽西兰，还有加拿大，当咧讨论讲外交抵制明年2月北京的冬奥。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远龙集团伫中国有设厂，最近因为环保、消防安全、加税务等等的问题，无符合法规，去互中共政府罚人民币3650万。远东新世纪公司表示，目前已经改善98%，出了2%年底进程就会当完成改善，不会影响到公司的营运。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以快报的方式公开台湾的企业远东集团伫中国5个省，包括上海、江苏、江西、湖北、四川，去互中国执法部门查办，发现因伫遐投资的事业伫环保等等的方面违反规定，所以互裁罚。22下晡，远东新世纪公司发声明，佮表示，这个业务的差额发生伫今年第2季。
因为环保、消防安全设备甲税务等等的领域有一寡无符合规定，互裁罚人民票3650万，超过1亿5800万的代票。因强调讲，目前有疏失的部分已经改善98%，剩的部分年底进前会完成改善。跟公司这边了解是，他们是有一些行政违规的部分被拆除，大部分都可以改善后，不会有影响到营运。不过，外界烦恼讲，因为两岸政治的问题，台资的企业才会连带受到影响。远东集团防法，若为数量来看，恐惊敢若是见皮尔。中国政府对台资的企业法规的查核，恐惊会更加严格。不过，有其他企业认为讲，这敢若是个案。过去的环保的标准跟现在环保的标准趋严，这一部分是不是远东有即时做到啊？但是我想这些都应该可以改善，可以获得通过了，而且是个案。政治的问题还是会影响到这些企业主呢，可能就会受影响。那些耗能的产业，水泥啊、玻璃陶瓷啊，甚至纺织用能源比较多的，这个优先是处理这些行业。然后你又达不到能耗双控，它是非开发的。学者分析，两岸政治意见无同，台资的企业加减嘛受到影响。中国中央制定政策，地方嘛严格来执行。亲像最近中国严格执行的使用能源的总量甲强度，两种指标做管控，若无符合规定就会裁罚，若无纳钱，恐惊会互停牌，互工课做袂落去。记者综合报道。自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第10倍成立，不过中国也宣布讲，要甲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级，降做是代办处。外交部长吴钊燮批评中国做法，讲安尼做是遐尼阿爸。另外，美国前国务卿季辛吉也向媒体表示，中国伫10冬以来未拍台湾，不过会继续打压台湾的国际地位。中国不满驻立陶宛的台湾代表处挂牌运作，日伊提出外交制裁，宣布甲立陶宛的外交关系由大使级降做代办级。外交部长吴钊燮批评中国的做法，不应该这样阿爸傲慢。立陶宛的这种道德的勇气，大家也非常的感佩。中国的这个做法是不应该的，不应该如此霸道蛮横。Tai, kad Lietuva nori intensyvinti ekonominius, kultūrinius, mokslinius, taip pat ryšius su Taivanu, buvo paskelbta vyriausybės programoje ir tas žingsnis turbūt neturėjo kažko labai nustebinti, kad šitas žingsnis nereiškia jokio konflikto ar kažkokio nesutarimo dėl vienos Kinijos politikos. 立陶宛認為有權力擴大甲台灣的合作，吳钊燮也相信立陶宛絕對經會調，接落來也需要國際社會對立陶宛的支持。咱台灣甲立陶宛的關係變歹，甲美國的關係也愛顧好調。不過拜登甲習近平視線開會了後，台海的局勢佫變成焦點。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伫 CNN 專訪表示，伊認為中國伫未來10冬袂用武力攻擊台灣，不過絕對會想辦法壓制台灣的地位。吳钊燮也強調講，袂當看輕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季辛吉他年纪已经非常大，而且是非常非常大，好，不只是年纪大而已了哈。那我不晓得他是接触了什么样的机密，能够让他讲出这些话出来了哈。但是有关于中国对台湾的这个军事威胁，是实际上存在的。台美恢复铁法会谈，外交部表示讲甲真顺利。不过年底反内地公投若是通过，可能会冲击台美的贸易，也会造成后续的影响。会造成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冲击，会不会停？这个会有后续的这个效应。你的意思是 TIFA 就会停，是不是？这个会有后续的效应。那我想这种冲击一定可以预期得到的。吴钊燮表示，台湾要伫国际社会徛起，诚实甲信任是真重要，都要用科学的方式处理科学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会伫12月初一举办，受到疫情影响，同款甲去年同款用视讯的方式进行。今年到达已经是第12届了，目前为止双方已经签订36项的 MOU。这个双城论坛也是目前两方唯一官方的交流管道。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会伫12月初一举办，受到疫情影响，两个城市各有检疫制度，所以比较去年用视讯的方式。今年以新经济、新发展为主题，双方也会规划签署合作备忘录，伫东门园国乐团甲创新科技交流合作。
我们希望在双城这样子的平台之上呢，能够彼此的学习、互相交流、促进对话，来促进两岸人民之间的福祉。2019年第一届双城论坛由台北市主办，相互促成台北松山机场甲上海虹桥机场直飞。6月14，上山虹桥直航，为两岸的空中交通写下新的篇章。双城论坛由台北甲上海轮流主办，今年是第12届，双方已经签36项备忘录，议题包含区对区的交流、教育甲科技产业等。目前双城论坛会当讲是两岸唯一的官方交流管道。不过学者分析，城市交流对实际政策推动影响有限。城市的交流模式有很多，不见得一定要用这种大拜拜的论坛才能够举办嘛。而这个不是县市政府可以做的，这一定是中央政府来沟通协调。所以我觉得，如果站在民众福祉的立场，其实还是一样，回到双方正常的交流跟沟通。中国单方面关掉两方官方交流管道，也一直对台武力强悍。陆委会讲，中国加大反独促统这个做法无得软，显示未来北京当局将加大反独促统的作为，将不手软。但蔡总统所揭示的4个坚持，这就是台湾最大的共识。台北市政府表示，郭文哲对两岸城市交流以外互相。今年双城论坛的内容甲形式已经甲陆委会报备，陆委会也表示希望成功。记者综合报道。中正纪念堂的转型议题最近佫受到讨论。伫正式转型进程，最近嘛有一寡无共款的展览伫遐展出。除了有白色恐怖受难者的艺术创作来到遮展览，即马佫都推出蒋中正伫台湾的相关政治档案特展，这其中也包含着伊批示对政治犯就要加重判决的文件。一张一张的政治案件批示，是蒋中正执政时代违宪要求加强政治犯司法判决的案件。应用阶段性转型措施，中正纪念堂邀请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的教授司法官规划前总统蒋中正参台湾特展，展出各项外交、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也个有党国主义的政治发展。白色恐怖时代足侪这冤假错案，但是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讲。这代志，国民党高层不是不知道。总统府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伫1958年成立，成立后就有一个报告，给蒋中正总统，甲说明讲台湾的人权面对什么款的问题。伫戒严参动员戡乱时期，捌有人提出人权改革建议，但并无落实。终其尾，当时的台湾毋是民主国家。这蒋中正授权加重判决的文件，也是头摆伫中正纪念堂展出。促转会过去针对，比方说蒋介石怎么介入改判，3000多件的案件，6成以上是重刑，那他怎么去集党政军特权力于一身，甚至去介入大法官的这个会议有。像这样的调查研究，促转会持续在做。叶凤玲表示，过去有侪学术研究，即阵开放社会同齐讨论，以及相关法制的完备甲修正建议，望各界做伙合作处理转型正义这个重要毋过真恶解议题。记者杨淑静、曾海文台北报道。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有真侪大卖场拢会请保全伫门口检查民众敢有失联者。招商店员即马去发现讲，互即个嫌犯毒死了后，着保全表示讲，因手无寸铁，根本无法度来应付一寡嫌犯的攻击。着学者建议政府着要检查线背店家，看因敢有装警报设备，也要求企业着要加强员工的训练，来面对危险着要安全处理。疫情爆发了后，百货公司卖场也派出保全伫出入口看到民众挂喙暗检查是毋是有扫描失联者 QR code。不过，超商店员一直受攻击事件传出来，显示零售门市业员工常常要面对这场暴力风险，很难自保。是很难自保，没错啦。如果百货里面的同事很多，我们可以请求的。在教育专柜小姐的部分，他们也会是先利用电话分机的方式先去通报，然后再利用就是广播。所谓的秘密代号，然后再通知他们所谓的保全员，然后以及楼管会到楼面去共同处理这种特殊的状况。
服务业以客为准的传统，造成不少顾客有开钱就是大爷的心态。中正大学犯罪研究中心指出，根据国外学者研究，各行各业当中暴力被害第一个就是零售业店员。有学者建议政府全面检视零售门市是不是爱加装警报设备，甲要求业者依照这案法落实一场防暴计划。好比说有没有比较安全的警铃，可以跟附近的一些的警察单位甚至是保全单位有所连结，这部分呢是应该全面体检，也许可以考虑在员工的新员工的训练之前训练或者是员工的在教育的训练当中，要纳入人身安全。超商店员命案发生在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各大超商应该考虑夜间也有双人值班，互相照应。我觉得各大超商的管理那么应该考虑夜间双人值班，那要警方连线，那并且要避免冲突。各种预防措施都会增加企业成本，不过学者强调，人命无价，保护员工性命比趁钱较重要。呼吁企业要重新检视职场安全，希望悲剧唔通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8月重新启动台湾别流旅游气泡，不过11月的航班载客率只有1成，落尾华航也取消航班，却引起别流总统的不满。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观光局已经有和旅游业者进行讨论，希望透过外交机制做回来行销。不过旅游业者也呼吁政府讲，就要赶紧来放零旅游气泡甲机场检疫的费用。8月份重新启动的台湾别流旅游气泡，迄当阵因为民众有注疫苗的需求，生理是真好。不过即马台湾疫苗供应量有够，嘛互台湾别流的旅游无遐尔时行。交通部长王国材讲，为11月份开始，每一个航班敢若有10外个人，载客率敢若1成，所以华航取消这个机抓。不过取消航班后，别流总统会数人是感觉真不满，批评华航无认真对待别流的旅游市场。王国材讲，观光局已经甲旅游业者讨论，会加强行销，希望能够就产品的部分再做一些优化让它的吸引力提高。然后外交部跟我们这边也密切的讨论，现在就是以12月当做一个目标赶快让我们的班次能够更稳定交通部希望用行销和生理较好嘞，不过宣传都要费用，有关预算的问题，王国材希望透过外交的机制做回行销，安尼会当促进两国的交流。中华民国的预算还要帮国流来行销，应该要我们的国人去。我想这一部分也是外交的一部分啦我想说。当然，基于外交的考量，我们帮他做一点行销，大概这样。台湾别流旅游气泡5天的行程，至少要3万块以上。旅客登来台湾了后，唔但爱做健康自主管理5天加9天，还佫爱做3届的 PCR， 其中2届是自费。旅游业者是希望防疫措施会当佫再放零。推广还是要持续啦那现在最主要的阻碍大概就是一些防疫的措施嘛，这些点如果能够再做一些检讨的话、放宽的话，我想消费者他的意愿应该可以再激发出一点来。别流旅游气泡的防疫规定，敢有机会佫再放零？指挥中心表示，交通部甲外交部还有指挥中心会佫建议。业者是认为讲，别流旅游伫台湾的市场算是真成熟的产品，嘛有必要维持旅游气泡。政府应该加强宣导旅游气泡的安全性，互消费者唔免烦恼讲，倒来台湾了后爱防挤挤嘟嘟，无定会当互台湾别流的旅游气泡继续运作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家属若心肝艰苦，可能还会面对着家庭的经济负担。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就推出一个安心计划，要协助这寡家属走出心肝内面的乌影，重新再出发。提家师调解出大样，66岁陈丽美，15天前翁婿发生严重车祸，受伤了后天地眠床，5年无法度食头路，厝内阁有2个囡仔爱照顾，家庭经济常常出现困难。好佳在经过环保学会批件创作课程，伊学会晓这项技术，度过家庭的经济危机。无论走到哪里，我要去 DIY， 我要去做什么都可以。好，对，所以让我们的家庭能够这样子变成一个完整的家庭。另外一位寇先生，牵手因为车祸过身，因为有厝内的人甲志工陪伴，透过学会开办的免费专业课程训练，学煮咖啡甲制作手工面包，即马有固定收入，
嘛对悲伤内底行出来。发生这种事情大家都不愿意的，我相信对方加害者也不愿意。那我们要去面对，向前走。安心计划哈，希望他们这个碰到困难之后能够早日的独立啊，这是我们一个社会一个爱心的一个具体的体现。环保协会表示，全台各分会拢有开办课程，提供车祸等等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家属，包括艺术创作、编织、家笔制作等等免费训练，除了协助因在经济上会当独立，嘛鼓励家属互相支持，用早走出失去家人的痛苦。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嘉义县的义德国小边仔的中正堂是民众运动的好所在。即马配合着农村艺术改造计划，社区营造团队甲规栋按摩图的建筑重新拆卸，佮再邀请到喷漆的艺术家甲义德国中的学生做伙来创作。即马这个中正堂也已经变作是正隐蔽的艺术空间啦。来自外县市的艺术家，在时也侪人豆豆咧擦，用趣味红仔甲丰富的色水表达对义德的看法。擦好了后，准备甲义德国中的学生做伙来完成。就是可以吸引人家的目光嘛，第一眼就注意到，所以我可以说，借我的作品也可以让更多人注意到可能这个地方，然后甚至说去了解这个故事后的背景，然后去了解这个关于异族的一些发展。为着要装塔这栋义德乡的公共建筑，社区营造团队邀请义德乡的学校甲社区做伙参与，希望大家会当伫即间要改造的建筑内底做伙留下艺术作品。嘛，增加对在地的认同。因为义族它是一个乡下，然后可以有这些东西在这里是蛮特别的，然后再加上我的作品也在里面，我感觉蛮开心的。艺术家也把义族的最大特色玉米融入在这里面，希望大家看到这作品的时候会觉得，会很开心，然后也感受到大家这种年轻活泼的气息。然后一方面也是想要去翻转，就是义族都是老人，然后比较安静沉寂这样的一个感觉。这间中正堂是义德乡民拢会来运动的所在，嘛是伫义德乡主要道路顶悬就看会到的建筑。社区营造团队配合政府农村艺术改造计划，希望改变农村，替偏乡带来无同的艺术风气。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15年前有一张入围金曲奖的台语囡仔歌专辑《春天伫倒位》，最近特别用台语绘本的形式出版，用图甲音乐要带囡仔来熟悉台语。因两个伫客厅佚佗的时阵，听到机器人阿婆啊在放因上爱听的囡仔歌。花蕊讲伊正困醒，叫我去问露水。故事对这地啊找春天讲起15当前的台语囡仔歌，即马加做绘本，带大人囡仔来回味。公音的衔接飞过来，然后呢，他们乘上了叶子，然后慢慢的顺着水流。那这一页呢，也是有藏一些小动物。插图画家农仔用力真济台湾地景甲动物，互囡仔感觉对咧去佚佗，感受主角的活力甲春天的生命力。故事是歌词的延伸，互囡仔透过音乐甲翁仔做伙去冒险。我们是发觉说，在推广上可能有很多爸爸妈妈，台语也不是说非常的流畅，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做一个像是导读的东西，但是我们又不想要做得很生硬。这条歌陪伴因大汉，这是我本来的心愿。但是除了歌以外，因敢是会当搁较侪台语，还是讲透过这个看绘本的方式，互因搁较有深的印象。台语囡仔歌陪伴囡仔做伙大汉，春天伫倒位，甲进前的专辑的8条歌曲，嘛因为合作团队的拍拼，正做台语音乐剧。黄静雅讲，其实目标毋若是出这本绘本尔，嘛希望其他的囡仔歌嘛通照这种模式深入因的生活，互学台语更较趣味。记者郑雅文、林旭凯、曾派文台北报道。因为生态地受到迫害，加上象牙非法买卖，致使到非洲心灵象强要断种啊！最近也有人发现到，伫咧人口真少的中非国家加平，因国内的非洲心灵象数量有95000多只。政府拍拼推动保育计划，有机会让这个非洲心灵象会当继续生存落去。
夜间摄影机翕到大象伫暗暝行动，这是强要长种的物种——非洲森林象。伊的特点就是耳较圆，象牙直直向下，大部分食树叶、果实加树皮。They occur in smaller groups. They can be quite secretive for such and quite quiet in the forest for such a large land mammal. 为着掌握非洲森林象的数量，伫非洲中部的家平展开30年来头一届全国大象的普查。过去3年来，研究人员每天爱行12公里，伫森林找大象屎，来分析几6000份 DNA 的样本，推算即马的数量。The key thing for this method is the dung has to be fresh, so steaming fresh. 调查结果是讲，国内即马有9.5万只非洲森林象。比原先预估的数量更较侪，不过甲过去比起来，非洲森林象这个数量已经减少8成。The elephants today are much thinner than they were 20 years ago. You can see their ribs sticking out. You can see their backbone sticking out. 因为破坏栖地，再加上真侪人偷采象牙，邻国又发生雷战，也有极端气候引发粮食欠缺，必须这的规定象拢爱赶紧迁徙，甚至走入去庄仔来找食。You see it around Africa. Countries that have lost their elephants have lost control of their natural resources, have often actually lost control of their country. 专家分析，家平国土有88%拢是森林，再加上过去政府打击非洲偷采象牙，这是互非洲森林象会当继续伫当地生存的原因之一。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伫咧一寡国家民众拢会食糖啊，国内有教授研究也讲，这糖脱营养成分是真悬，用途也真济，而且饲糖的成本又搁真低，而且真环保。虽然讲咱国内食糖的文化无够时行，不过未来也有机会成做一个新趋势。你感觉食豆糕也是草莓啊？对真侪民众来讲，要食糖脱，恐惊也是真困难。云林科技大学的陈武新教授，伊研究真侪档，发现饲糖的各方面成本拢比畜牧业俗真济，佫会当达成永续发展的目标。产生1公斤的牛肉好了，你大概要3万公升的水啦。养昆虫大概只要15公升水，大概差了2000倍。那在现在土地资源，它差了也大概10倍左右。虫可以吃食品加工废弃物，可是你养牛的话，它一定要吃牧草或者甚至吃玉米。虽然目前大部分的台湾人也无法度接受食糖脱这件代志，不过其实对真侪国家来讲，食糖是真事常，甚至佫研发各种的口味。昆虫在欧美，尤其东南亚跟欧美，尤其是像这种面包虫口味，它已经有很多种口味可以买到了。像你可以买到黑胡椒的，买到芥末的，甚至买到甜的，就是黑糖的。陈教授表示，饲糖真简单，用果子皮、白饭就会用入。若准甲糖当做食物，唔拿成本低，佫真营养。而且糖脱也会当摕来做加工产品，或者是佫摕去饲其他的动物，用途有真济。糖脱永续发展的研究，应当会变做未来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天气，讲到这个东北季风搁再来变强咯，明仔载温度会继续降搁较低，到明仔载暗时北部上介寒的时阵，有可能达到13度，中南部地区可能存无到20度，也请民众要爱特别注意。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13度到18度。表列到云林对13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是对16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2度到21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按时7点同款时间再相会。